嚟到第二個例子，呢一度陳經理月薪39,000蚊，年終會有個 bonus 63,000蚊，另外老婆月薪就28,000蚊。咁一年呢，佢哋生咗一個小朋友嘅，另外需要供養同住嘅63歲父母親。咁佢哋選擇合併報稅啦。另外舊年呢，佢哋預繳咗呢11,000蚊嘅，即係話佢哋而家個戶口裏面呢已經有11,000蚊嘅存在啦。咁啊，計翻以下幾樣嘢。咁啊 Part A 先計翻個全年總收入。咁啊，陳經理咧月薪39,000啦，乘翻12，另外加翻佢年終個 bonus 63,000蚊。咁之後就到老婆嘅部分啦。老婆月薪28,000，咁我哋都係加翻28,000，乘翻12變一年啦。咁呢一個就係個家庭嘅全年總收入。咁我先撳個機，就會係86,700,000。再落 B part 啦，免稅額同埋扣除額總和，即係話兩個表裏面符合要求嘅，全部同我加晒佢。首先呢，兩個人嘅基本免稅額13,200,000乘翻2，又或者你用佢嗰個已婚免稅額直接26,400,000都冇所謂嘅，咁因為一樣噶嘛。呢一個係基本免稅額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我哋呢一個課稅年度生咗一個小朋友。嗱，本身一個小朋友咧，你係可以扣13萬嘅。咁因為佢係初生嘅兒子，今個課稅年度生嘅，你可以再扣多13萬。咁我直接乘2就算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初生兒子，初生兒子。再落供養父母親。嗱，兩個父母親咧都係63歲，咁所以60歲以上咧，其實每人5萬嘅。另外再同住，你可以再 double， 有埋個額外免稅額。咁所以兩個5萬再 double 就係4個5萬，我直接乘4啦。裡面包咗同住同埋父母親 ，OK？ 同住父母4個5萬。咁啊，另外題目未必提你嘅就係個 MPF 啦，咁我都寫啦。首先係陳經理，因為佢月薪咧已經過咗個上限3萬蚊㗎啦，咁所以一個月一定係供緊1,500啦，全年係供緊18,000嘅。我哋先加翻18,000。呢一個係陳經理嘅嗰一個 MPF。咁啊，另外妻子嘅月薪係28,000咧，其實未到頂嘅，你要用翻正常嘅計法。咁我寫呢個位置啦，28,000，一個月供5%，乘翻12係1年，得唔得？呢一個係 MPF， 呢一個都係 MPF。咁啊齊數啦，咁我哋撳機，咁就計到係75,8,800嘅。再落 Part C， 應課稅入息實額，咁我哋就會用個總收入減翻嗰啲免稅額啊、扣除額嘅總和啦。86,700,000減翻我哋 Part B 計到嘅75,800,000，就係10,8,200。咁我哋後續嘅題目咧都係當用都係當用累進稅率去計㗎啦。因為之前講過啦，正常收入嘅人咧都係用累進稅率計咧係會抵啲嘅，除非你好有錢先會俾個標準稅率咧計出嚟係優惠啲。咁所以後面我全部都當係累進稅率，淨係計個應課稅入息實額去做個計算。好啦 ，Part D 啦，咁我今年應該要交幾多稅咧？不連暫繳稅款，純粹提一提你喺呢個部分唔需要乘2住，唔需要乘2住。咁我哋點樣做啊？用累進稅率就會將呢一個應課稅入息實額5萬5萬咁樣分層。咁首先我分到一個5萬，然之後仲可以分到一個5萬，仲有8,200蚊剩，就係我哋嘅第3層。
嗱，咁你可以碌翻去前面睇翻個表嘅，我費事碌嚟碌去。我哋第一層咧係會收2%，第二層咧係會收6%，第三層咧係會收10%。咁你順翻次序，大家乘埋，然之後加起佢，咁我就知道今年應該交幾多稅。咁我計到咧就會係4820。咁呢一度我用咗直式啦，咁你跟翻你老師嘅要求啦，有機會咧佢想你寫橫式嘅，咁你自己攤翻橫咁去寫。我純粹覺得直式咁樣睇咧會輕鬆啲。好啦，然之後 Part E 啦，咁如果我上年預繳咗11000蚊，咁今年連埋暫繳稅款應該交幾多咧？咁樣嗱，本身今年交4820，連埋預繳我4820乘2嘅。咁因為我戶口裏面已經有11000蚊啊嘛，我可以減翻。咁我計啦。咁啊，今次你會計到個負數㗎，負1360。咁啊做完。咁啊負數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其實你今年唔使交稅嘅，你上年交突晒㗎啦。咁所以佢會退翻俾你嘅，咁嘅意思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咧會睇埋最後一個例子咧，就完咗呢一節。